講，屌，剪，包，傻㗎，卡窿去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12月嘅第一日，贏到開行啊！今晚一家打3家，快啲過嚟接住啲好運先。嚟睇第一鋪，反一筒，二筒係鬼，起手有2隻。呢鋪係啱坐落嚟嘅第一鋪，所以角度唔係調得好好。OK， 咁叫胡啦，而家3、6索加3、6筒加對碰。係咪好似嗰啲規則好似我哋之前？一樣嘅，一樣。等我啊，等我調一調個角度先。調整返啲角度先。搞掂，對碰自摸，1、5、9東中3隻，每位8粒。嚟睇下第二鋪，反8索9索係鬼，收3分先。你俾翻一個我就得啦。多謝老細。客氣啊。哎呀，真係都冇晒㗎啦，睇一筒。攞埋啲番薯。摸隻鬼返嚟叫胡，卡窿3索，卡窿3筒，叫得唔係好好，唔知有冇機會降出隻7筒呢？咁呢度我轉咗對碰，碰出可以拖牌。誒，完全冇諗過卡窿都講得爆啊！OK， 3、7西中1隻，咁對家要輸我30粒。今晚呢講爆咗4、5鋪，咁又不停食胡中馬，所以到最後我係贏咗3比幾。打到啲朋友話唔想再約我啦。好啦，嚟睇下呢一鋪，反4筒5筒係鬼，起手又有2隻啦。OK， 咁呢度叫胡啦，叫對碰加卡窿7索。升個級，叫1、4、7索。碰咗可以拖牌，咁而家1到7索都可以食。自摸3、7西中3隻，每位8粒。好啦，最尾一盤反2索，3索係鬼。
兩隻鬼好似今晚嘅標配咁啊！但係其實我好多鋪都俾人截胡。熱啊！好熱啊！有陣湯湯湯湯。OK，咁依家叫胡啦，卡窿5索，篇章7索同埋篇章3筒嘅。熟悉的手感。祝打麻雀嘅朋友仔12月贏到開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2日天氣好凍啊，上班記得着多2件衫喎。解答返最近好多朋友仔問我嘅問題。咁其實我哋呢一種呢係唔屬於清遠麻雀嘅，清遠麻雀係做牌嘅，有7小對啊、對對胡啊、混一色、清一色嗰啲，咁我哋係冇嘅，全程只有雞胡，大胡只有港爆。我哋最初都係打全牌嘅8板變，咁係後期慢慢變成反鬼，然後再變成去萬子，都係睇返自己圈子啲習慣咯。我哋都係覺得有咩好玩就玩咩。OK， 咁嚟睇返手牌。咁而家叫胡啦，叫3六索加5八筒。港姐，唔係啊嘛？單調3筒都可以食，咁冇可能㗎。麻雀回頭必有因，咁就留住隻3筒，叫卡窿4筒加單調5索。但係其實我咁樣打係叫少2飛嘅，呢啲就睇個人打法咯。我就好順邪嘅。發財未見過，咁就單調發財啦。你睇下呢隻3筒，可以拖牌我就衝咗隻發財，咁而家拖牌3到9筒都可以食。好彩都自摸到。3七西中1隻。OK， 嚟睇下第2鋪，反7筒8筒係鬼，呢鋪起手冇鬼。攞隻鬼返嚟先。上家又留咗隻鬼畀我。哇，完美啊！咁依家叫胡啦，1到8索都可以食，加5八筒，即食。48筆8板都係中1隻。第3鋪反6筒7筒係鬼，起手已經見到隻鬼啦。摸個炸彈返嚟，咁而家等碰叫胡。唔使等啦，自己摸鬼。咁而家叫胡對碰加卡窿5索。呢度碰咗隻東呢，其實可以拖2隻牌嘅3索4索，但係我手上有1索港，所以呢度我就揀咗拖6索。OK， 自摸。3七西發財，都係1隻。最後1鋪啦，反4索5索係鬼，起手2隻，有條魚，但係其他牌就好散。
跟咗上家隻白板，咁佢要畀我哋每人一粒。呢手牌啲番薯打唔晒咁，我都棄糊棄咗一半啦，唔沖牌噶啦，見過咩就打咩。咁後期啦，大家都好謹慎。咁我哋係唔留碼嘅，摸到最後，呵呵，畀咁多鬼我，而家先叫糊。拖4同8筒啦。海底撈月啊 ，OK 唔中碼，抵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嚟跟前日打嘅局，琴晚嘅牌局呢打唔成啊，畀人飛機咗。最近手機內存爆晒啦，素材又比較多。所以呢，更新會頻繁咗啲，希望你哋唔好咁快體驗啦。OK，嚟睇下第一鋪，反2筒3筒係鬼，二手冇鬼啊，而且啲牌好差咯。呢度對家暗降咗一隻牌，唔記得咗係咩啦。所以我呢度係問佢點解唔叫糊先暗降呢？博降爆啊嘛。驟眼睇呢手牌就冇咩機會食糊噶啦，所以呢就唔沖3張啦，除非有機會叫糊啦，我再打隻發財。搞笑，睇呢個形勢呢，係大家都扣緊牌嘅喺度。唔使錢啊？呢度等碰隻叫糊咁就衝啦。你睇下佢哋扣到啲牌幾死。好啦，咁而家叫糊啦，正張對碰。咁都有好叫啊！Oh my god！竟然對碰無鬼即食，正啊！1唔9東中4隻。第二鋪8 9索，1索係鬼。哇！呢手牌如果做清一色嘅話就正咯，但係我哋係冇清一色㗎，只有雞糊。就算清一色食咗糊都唔翻倍嘅，摸咗個冇鬼用嘅炸彈。OK， 叫糊4 6索嘅對碰，咁9索都可以食嘅，但係9索已經係死咗㗎喇。反嗰隻牌係唔可以摸嘅，
如果有得碰4索嘅話就最好啦，可以放飛5、7、8索。好，咁有得碰，而家放飛。快點來人幫我掐一下人中。我隻正章。點解你咁識打嘅嚇？好彩都食到，是我的走不了。3七西發財中3隻。OK， 第3鋪，後邊2鋪係有鬼嘅，反8索9索係鬼。哦呵，好靚嘅篇章3筒，成副牌好睇晒啊！sorry， 我幫你執翻喺邊？等等，下邊，明明就係凳下邊。好，難聽。又順利咁入咗隻炸彈。佢好似聽到我召喚咁啊！咁而家係拖5筒，小肥羊又放光啦！誒，有冇機會降包？OK， 係真係好神奇嘅。最近拖牌嗰啲降爆呢，基本上都降唔爆，反而篇章啊、單調嗰啲降得爆。好啦，魔鬼自摸。2、6藍紅中中3隻。最後一鋪反南風，西風係鬼。叫住個壺先，咩七都要啊！唔俾人打，我睇。嘻嘻，贏咗隻篇章7索返嚟，400筆白板中2隻。